咱今仔日因为有诗班20几个人出外去到第三支吼，所以坐咧后壁兄弟会用尽量坐来较头前咧吼，安尼较毋免坐伫咧后壁。咱尽量爱较亲近上帝，所以吼爱坐较晚咧，毋好离上帝远远。大礼拜就要开始，请咱大手机关机，还是开咗这度。来啊！咱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当咱做伙用圣诗第181首《更新乌罗天伯》来乌罗天伯，当咱请咱起立来因转手。
当咱甘心来祈祷。主啊，求你来保守林素儿姐妹能够早日转到普通病房，李富琼先生的病得医治，家属有够用的恩典。求你来保守吕春梅姐妹有一颗坚定靠主的心，在病中能活出平安喜乐。也求主来安慰黄忠雄弟兄的家属，求主亲自安慰家属悲伤的心。也求主保守有正义弟兄骑车平安，身体健康。也求主来保守我们教会，无论有说出无说出，各事要主来帮忙，要大家来代祷的事，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是伟大的神，配得一切颂赞的神。当你要以赞美为宝座，当我们赞美你时，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人会软弱，有时甚至跌倒，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罪的捆绑，使我们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平安喜乐。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疾病，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邪恶念头，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主耶稣，你使我们在这纷扰的世界中有盼望，盼望中不断感谢，因为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我们因而不被环境和现状欺骗与辖制，活出你所赐的恩典与美好。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地上建立磐石般的教会，不按照人的意思，而是按照主的意思；不按照人的能力，而是彰显神的主权。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当咱做伙来启用文第8篇，也就是诗篇第23篇。献着以后，我来启，请兄弟来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清脆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心的快乐。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听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之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当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圣经但以理书第6章第25到28节。后来大流士通过全国，无论倒一个民族、倒一个邦国，讲倒一款语言的人民讲。愿你平安富足。现在我降旨，我统治的全国人民，你拢着敬畏但以理的上帝。伊是永活的上帝，永远存在。伊的国永远袂消灭，伊的王权永远存续。伊讨棒，伊拯救，伫天顶地上行新约奇事。伊解救但以理，将伊对狮的喙救出来。但以理伫大流士甲波斯人塞鲁士在位的时，事事亨通。今日要带咱来学录的是青少年团契，伊要学录的诗歌是把冷漠变成爱。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众者来到上帝面前。但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瑶新牧师，伊正道的题目是胜过西亚坑的信仰，将时间交予牧师。兄这平安。感谢主，咱会通搁一届伫主日来分享上帝的听，也感谢青少年堂客伫今仔日用着把冷漠变成爱这条诗歌来安尼带咱来安尼来同齐来敬拜上帝。伫咧胜过狮子坑的信仰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袂使有一个冷漠的心吼。咱来对于咱的主有一个真热切，也有迄款安尼肯定甲确信确信咱所信的，伊的确要为咱来行。就算讲袂行，无照着咱的心意，咱犹原要继续坚持相信主伊对咱所启示的，咱伫迄中间来安尼继续来安尼遵守主伊对咱的教示，甲伊对咱的话语，所以感谢青少年堂客透过今仔日的诗歌，也搁一摆帮助咱，带领咱来敬拜上帝。咱今仔咱的教会诗班差不多20几个人伫咧今仔日透早6点50分就出发去到第三支的即个嘉瑞廉教会伫遐甲嘉瑞廉教会众兄弟伫遐来敬拜上帝。上主要是咱透过咱的诗班要去关心着咱的咱教会出身即个小长者因的后生民宗黄民宗牧师伊伫遐咧牧会安尼伊伫遐安尼，咱透过关心咱教会遮的出身的遮的牧者嘛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分享上帝的听，也来安尼算讲伫迄个所在继续来高举主的名，主的名互因伫迄个所在犹原继续来安尼得到安尼荣光。所以咱也伫咱的礼拜中来纪念因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咱只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你成的主日，阮自集伫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即时运行伫阮的心中，也互阮真正伫阮的礼拜以及阮的每一日的生活中，阮拢会调来牵调伫主，互阮安尼不管是伫咧得时不得时，伫咧顺境逆境，阮拢会晓时常来牵调伫主。特别阮伫咧面对着侪侪的挑战困难的时阵，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会晓安尼掠调主，无因为安尼遮的困境逆境抵到阮的规个主神的焦点，拢只有干那伫咧即个困境也是逆境的顶面，乃是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晓安尼时常安尼，特别是伫咧拄着困境甲逆境的时阵，阮会晓安尼，搁一摆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紧紧来甲主你掠调咧，互你的神来引带阮、带领阮来去搬过遮个困境甲逆境。互阮会通伫众人的面前来高举你见证主你怎样带领你家己的教会、你的百姓来去赢过这个世间对阮所有一切的挑战。阮搁一摆将阮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主，祈祷靠出基督圣名，阿免。咱伫咧咱即马活伫的即个世间咱拄活伫咧一个。会通讲是安尼受到即个价值观的混乱的即个世代毋若是干那价值观混乱，咱嘛会通看见伫咱的即个社会内面政治真混乱，毋是干那咱台湾，其实伫咧全世界拢共款包括咱规个即个全世界迄个咱讲资讯泛滥我想咱嘛拢一直拢踮伫咧即款的资讯泛滥的
即款的咱讲迄个海啸的内面，吼，甚至咱嘛面对着咱的迄个道德的迄个叫做道德的相对主义，吼，的迄个充斥的一个时代。什么叫做道德相对主义？就是听起来那亲像对，但是事实上是甲咱的信仰是相违背，吼。咱伫咧面对着伫咧即款安尼即个世代所以尤其伫咱台湾社会目前咱所面对的，毋是干那一个咱讲叫做讲经济转型，也是讲咱所面对的这国际压力安尼更较深的，会是咱规个人的心咱会通讲，咱看见咱的人的心侪的迄个焦躁不安甚至是信心的动摇当咱安尼面对着即个多元价值诚做即个社会的主流的时阵，当咱迄种自我中心来取代迄种敬畏上帝的心，咱是毋是有法度安尼有迄款安尼勇气，亲像但以理共款伫咧迄个西亚坑的迄款有西亚坑的迄个时代的中间，咱伫遐安尼站立得住会通活出一个安尼满有迄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信仰。咱今仔所领受的经文，但以理书第6章原底本应该是要读规章啦规章总共28节读下来安尼就用做礼拜煞所以牧师就选上落尾的即个结论的部分来做咱的今仔日的经文。但以理书第6章是一个真好来去咱讲检视，也是讲去看咱家己的迄个信仰的一段经文。我毋知咱伫咧看但以理书即个咧读的时阵毋知恁会感觉讲，迄款的时代只要若无听我的话，就一个山仔坑甲你弹落去，你就一定要照我的。迄款安尼的世代，咱如果若是伫咧迄款的世代，安尼咱要怎样是好？尤其是面对着但以理，伊有迄款安尼的迄个领受上帝迄个信仰，伊爱照安尼一日3摆来伫遐来向上帝祈祷，但是因的王讲袂使，敢若会使敬拜我。迄款安尼的时代，咱要怎样来去面对？所以对咱但以理书第6章会通讲，伊毋是敢若一则迄个古代的历史，伊搁较是一个咱伫咧面对当代咱即个现代时阵，会对咱来讲会是一面镜。咱每一个人拢活伫咧某一种形式的迄款的，咱讲狮子坑的中间，有可能伫咧咱的迄个职场内面的迄个排挤，也是讲迄个家庭内面的迄款的对伫咱的迄款的无理解，也是迄个规个迄个世界的迄个价值观的迄个有限也是讲咱迄个自我内在的迄款的挣扎，也是迄个矛盾。所以今仔日的挑战，论真讲，无比但以理的时代，迄个压力较减轻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去代替但是咱爱记得，就是但以理伊之所以能够安尼得胜，伊毋是倚靠任何的势力但伊嘛毋是任何的迄个，嘛毋是倚靠伊家己的聪明。乃是因为伊的信仰，伊建立伫咧迄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信仰，互伊伫咧面对遐尼大的迄个挑战，甲着迄个压力的时阵，伊依然会通靠主来得到胜利。安尼，啥物叫做属上帝的体系的迄个信仰？就是咱的信仰无搁再建立伫迄种面对着迄个情绪，也是迄个环境，也是讲。是毋是会有得到成功，还是无成功？乃是
互咱的信仰是建基伫咧迄种咱讲叫做有根有基的迄款活伫咧迄个上帝的迄个国度的迄个法则的内面，伊会通安尼，互咱会通伫咱的生活中会通持续做出迄种合上帝心意的迄款安尼的选择。伫咧即个合上帝体系迄款安尼信仰，伊有基本上伊有三个迄个基础，甲着两个核心。但是上主要是要指引一个唯一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建立属地，迄个属上帝的体系迄款安尼信仰。安尼啥物是叫做三个基础？就是我一直不断伫遐甲咱讲的，也是咱伫咧咱生活中，其实会通讲，咱若会晓遵守即三个基础，甲两个即个核心。安尼认真讲，咱迄个信仰就会通安尼得到徛在，毋免讲安尼讲哦，亲像即个法利赛人讲哦，我着爱做啥物款的迄个外在的迄个努力，我着爱安怎做，甚至包括做啥物款的任何的功德，无伫咧迄个中间，实在伫咧当咱会晓遵守即三基础两个即个核心了，咱就家己咱的性命，就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信仰，迄款安尼的信仰就无搁再是人需要甲你任何的要求，乃是咱家己咱的性命，咱就家己会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安尼是三个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迄个耶稣是我的模范。咱拢真清楚知影，伫咧圣经内面嘛安尼讲，圣经嘛安尼写，但是咱真正是毋是有掠主耶稣成做咱的即个模范？是咱感觉讲主耶稣哇，伊做迄个我无法度达到，比较我伫咧中间，我无愿意伫遐来去实践，甚至来去军队。既然咱讲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耶稣伊的模范，咱兼无要去军队嘛，所以一个真要紧的，耶稣是咱的模范，是咱的榜样。伊伫咧中间，就较亲像但以理共款，耶稣伊伫咧面对着迄个死亡的威胁的时阵，伊伫咧中间，伊犹原无妥协，伊嘛无伫咧中间来伫遐讲自保。当初时耶稣对门徒讲搁过来，我要受到即个安尼祭司长。法利赛人会迫害，落尾手我要去用钉伫咧十字架顶的时阵，彼得安怎讲？讲即项代志绝对无临到伫恁，无临到伫你。不过耶稣安怎甲彼得讲？讲撒旦提去。伊伫咧面对着迄款安尼迄个性命的威胁，伊无伫咧中间来讨厌，伊无伫遐讲我即个性命较要紧。伊伫咧中间犹原继续持守上帝交付伊伫咧伊的心上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咱讲迄个命令，甲着伊爱去伫迄中间爱付出的迄款的代价，所以伊完全伫遐来顺服天父的旨意，就较亲像耶稣对彼得安怎讲？伫咧伊已经受掠的时阵，伊讲我的爸的杯，我敢会通无啉嘛？所以，伫咧咱台湾即个社会，咱伫咧面对咱迄个规个迄个主流价值，甲着咱的信仰冲突的时阵，咱着爱问咱讲，家己咱是毋是要选择安尼亲像主耶稣共款，伫迄个中间用着主耶稣伊教示咱的，互咱去伫迄个中间，咱去爱，去忍耐，甚至去伫迄个中间徛伫咧迄个中间来去面对即个世代。迄款迄个主流价值，甲咱的信仰顶面迄款安尼冲突的时阵，咱是毋是要徛伫咧迄个顶面？耶稣是咱的榜样。第二，就是圣经是咱的准则。但以理伊每一日3摆祈祷，毋是因为讲伊食饱伤闲，伊伫咧中间嘛毋是讲安尼伊伫遐安尼时间真多，是因为。伊对上帝所领受着，甲着伊对父母，甲着伊安尼自细汉安尼一直维持来迄款安尼迄个信念，伊伫遐遵守上帝
迄个中间对因的命令，因伫遐安尼逐日3摆祈祷，所以伊的行动建立伫咧伊对上帝律法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坚持。所以伊会用伫迄中间，伊无伫遐安尼讲安尼王的迄个命令讲啊，恁安尼伫咧迄落钟，也是迄落达仔伫遐咧喷的时阵，恁就应该来敬拜迄个王的像。伊伫迄中间，悠然继续逐日3摆安尼面即个安尼圣所的所在来上帝祈祷。伫咱今仔咱台湾即个处境啊，即个法律会通变，价值也会通变动的时代，但是上帝的话语永远袂改变。主耶稣伊讲：我所教示恁的，恁就要爱遵守。甚至伫咧旧约也讲，上帝话一点一话就拢袂通改变。安尼，咱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成做咱生命当中的迄个，亲像一个安尼讲，亲像卫星导航共款，来引带咱行伫咧即个世间安尼，甚至面对着无共款的价值观的时阵，咱要行伫咧迄个中间，咱要遵守无？是敢若讲圣经的话语，诚做咱的参考。咱是毋是有伫遐坚持迄个上基本的每一日读经祈祷安尼的生活？无说安尼逐工安尼真用心伫遐咧，安尼伫遐咧录迄个每日晨祷，我拢足惊开天窗的，因为有当时会有足侪时间都合袂好势，我就伫遐爱，甚至有当时适配就上知影。有当时我真正袂赴，我到几点，我嘛捌已经袂赴，我讲你毋免插我啊，我就先录，我有当时录到11、2点，才有时间去录起来，也定时间到，互伊自动播放。无为着其他的，是干那为着要期待咱兄弟会通，咱每一日拢会通，咱讲咱无时间。读圣经，牧师读互你听，搁做 PPT 互你看，但是咱到底有偌济人伫遐看？平均，牧师的迄个我安尼甲看，平均啦，平均差不多迄个大概就是阅读量大概平均20-30个。亲像今仔下早透早。我一直到礼拜进前，我看那亲像只有3个还是5个，我袂记。咱伫咧用伫咧上下早上，咱讲精神拄起床上精神上好的时阵，咱到底拢摕来用做啥物货？毋是因为牧师的即个程度真重要，是上帝的话语真重要。咱透过领受上帝话语，互上帝话语伫咱的一日的开始，就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咱透过亲像但以理安尼，每一工坚持伫迄中间，咱透过安尼伫遐来领受上帝话语，孝念上帝话语，伫遐来甲上帝伫遐安尼伫遐安尼，咱讲倾心吐意。敢讲上帝，伊袂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嘛？第三，圣神是咱的引带，圣神要引带咱每一工，咱伫遐选择上帝的道路，甚至伫咧咱面对着迄个真混乱的即个世代的时阵，伊要成做咱一个指引的迄个力量。咱尤其咱伫咧面对咱现今即个世代，咱面对着侪遮的媒体资讯的混乱，伊甚至媒体用着迄个情绪操控。下款安尼的即马即个混乱的即个社会，咱搁较爱会晓伫安尼真，咱讲真咱讲真美切，台语讲叫做美切，华语叫做啥？敏锐，敏锐什么？敏锐圣灵的声音。就讲今仔日咱伫咧面对了咱今仔日咱即个社会即个处境，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也读着圣经，今仔日但是今仔日到底即个社会伊所发出来的声音。不管是什么款的媒体，伊到底伊所讲的有甲咱的圣经有合无？
咱真正圣神敢无法度伫咱的心内对咱来讲话嘛？咱伫咧中间，咱有法度去分辨啥物会是对的，啥物会是毋对的。咱是毋是有法度伫咧咱的生活内面，咱的各样的看、听、想，咱所讲的，甲着咱所行出来，是毋是真正有合伫上帝的心意？圣神要成做咱的引带，咱有欢喜要有圣神来引带无？这三个基础，咱若做会到，我相信咱就伫咱的生活中要有对上帝来的快乐。过来两个核心。这两个核心是一个真重要，伫咧咱生活中一个真要紧的。第一个就是咱爱互耶稣来伫咱的生命内面掌权作王。伫咱今仔咱即个社会、咱即个世界内面，迄个俗世的迄个价值观、迄个俗世的体系，咱伫遐真强调的是迄个个人自由啊，讲个人主义，甚至伫遐一直不断伫遐来攻击咱的迄个主体性。咱嘛讲，咱家己是家己的主人，迄款的观念，我相信即马是非常的深植人心。但是，迄个属上帝体的信仰是要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作王，无过再是咱家己做主做王。咱有欢喜要互耶稣来伫咱的生命内面做王，啊无？啊是讲咱伫迄中间继续伫遐讲，啊我有缘我来做主。咱只有逐工伫遐来选择谦卑、弃权，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掌权。咱无搁再我靠咱家己，因安尼就是实践，互耶稣做王的一个真要紧的核心。因为咱今仔咱面对着今仔即个世代，咱看起来咱亲像无啥，但是事实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咱伫咱的生命内面，顶回啊，以前咱嘛捌分享过，就是有一个安尼的故事，讲一个人，伊伫咧安尼，伊的心内有10间的房间，后一遍安尼，迄个伊的即个新房吼，有人来敲门，结果伊一甲拍开来看，哎哟，是撒旦，伊就伫迄中间，伫遐来甲撒旦伫遐来相演，伫遐相演规半晡。安尼一直无法度得胜，安尼真好不容易，安尼终于把撒旦赶出他的那个心门。伊伫遐来主祈祷，讲主啊，你毋是我的主吗？是安怎会安尼撒旦安尼对我安尼咱讲攻击不断？主耶稣讲啥？讲啊你有10个房间。啊，我也无踮伫咧内面，啊无，我是安那需要去甲你迄落，咱讲去甲你保守，甲你看顾。伊伫遐讲，啊无安尼，主耶稣，我一间房间，互你来邀请你来住。隔工，撒旦过来敲门，伊一拍开看，因为啥物人主人，伊是主人啊。耶稣是人客啊，干那住一间房间尔。伊一拍开，哇！个撒旦又继续伫遐，好不容易佫甲撒旦赶出去。伊伫遐来主耶稣讲：主耶稣啊，我毋是已经一间房间互你住啊？啊，撒旦来，啊你拢毋免出声吗？你拢毋免安尼斗相共者？主耶稣讲啊，我只是甲人客尔，我毋是即间厝的主人啊。伊落尾手讲，安尼主耶稣，我10间房间拢交互你。当撒旦过来敲门的时阵，耶稣去开门，因为耶稣是即间厝的主人。撒旦一看到耶稣，只有干那逃跑伊。咱到底要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掌权作王无？啊，是咱只不过是干那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咱讲。啊！你来甲我做客，啊是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作用。过来，咱一个真要紧的，咱需要伫咱的一生内面，互耶稣来得到荣耀。今仔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但以理伊伫咧面对着即个狮子坑的时阵，
伊伫遐安尼伫遐游玩，逐工安尼3日来向上帝祈祷的时阵，伊无伫迄中间来想讲啊，我即个时阵如果我若去互安尼弹落即个狮子坑哦啊，如果我若无去互人，我若无去互救起来，安尼耶和华的命要怎样？伊嘛无有去想讲，如果我若会通对狮子坑去互救起来的时阵，安尼我的命会名垂青史。伊只有敢若坚持顺服上帝的律法，甲到即个典章。但是当但以理伊互人救出来了后，咱今仔经文讲，即个大流士王伊伫遐来颁布命令，讲安那？伊讲全国爱敬畏但以理所信的耶和华上帝。耶和华的名就因为安尼来得到荣光。咱到底咱伫咧面对着每一届咱的选择的时阵，咱是敢伫遐咧选择讲啊，我做即件代志有啥物款的利益？我做即件代志我有无啥物款的利益？啊，是咱伫遐愿意讲，我只有愿意顺坦上帝伊伫我即个生命内面，伊所交代我的，伊所让互我的，我就伫咧中间来欢喜来承受。今仔如果咱若伫咧即个困境的内面，咱伫遐来坚持咱的信仰，坚持咱对上帝的信，上帝伊就要照着咱的生命来安尼，互伊得到荣光。所以咱毋是伫迄中间来伫遐先想讲啊，我做即件代志了，我有啥物款的利益，也是讲我无有啥物款的利益。乃是咱伫迄中间欢喜的是，我要欢喜顺坦上帝伊所让互我的。但一个真要紧的是，咱是毋是真清楚明白知影上帝伊的心意？如果咱若毋知影上帝的心意，咱要安怎知影？要伫迄中间来去坚持咱对上帝的信，就是真要紧。是安怎？咱头仔佫转来到伫咱头段的三个基础内面，圣经是诚做咱的准则。圣经如果若无诚做咱的准则，圣神无诚做咱的引传，咱要知影安怎知影上帝伊对咱讲啥物话？咱要安怎知影圣神要安怎引传咱？咱要伫迄中间欢喜来顺坦圣神对咱的引传，要安怎互咱的生命来伫迄中间来得到荣光？所以咧，兄弟，伫咱现今台湾的即个狮子坑内面，到底有啥物款的狮子坑？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即个价值观混乱的即个挑战，即个社会的即个世界的时阵，咱会用想象讲，咱伫咧面对台湾，咱规个社会啊，有亲像讲，包括迄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多元家庭、性别自我认同等等这样的议题，咱互伫咧即个议题顶面，互侪信徒安尼讲陷入迄个立场，甲着迄个信仰顶面的迄个挣扎。但是咱伫咧面对着即款安尼争议的时阵，你会用去看，就是今仔日伫咱的即个教会界内面，诚做两个一个很大的迄个争执啊，种征战。但是咱应该去学着的是迄个用着迄个真理，甲着用着迄个听来去回应即个议题。咱无伫咧迄中间讨厌咱的信仰。但是咱嘛无伫迄中间来拒绝人的心，搁较无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定人的罪，因为咱原底咱嘛是不配，咱本身咱嘛是有罪，咱对着上帝来看，咱拢是无清气的，咱拢是无够义。但是咱却是咧迄中间，咱不断伫遐来定人的罪。主耶稣面对着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伊讲哪？讲我嘛无定你的罪啊。是安怎？咱做一个军队主的人，咱自己敢毋咧定人的罪？做了无好，就甲你定。咱有啥物款的迄个咱讲迄个权柄会用定人的罪？所以是安怎？今仔日咱伫咧教会内面，咱嘛无凊彩定人的罪，因为伫迄中间，咱是学习主耶稣的迄个模范，我嘛无定你的罪。但是一个后壁主耶稣伊讲的一个真要紧的后壁一句话，从此以后怎样，不要再犯罪。所以
咱伫迄中间，咱爱真清楚是爱互咱家己真清楚知影讲，啥物是合上帝的心意，啥物是无合上帝的心意。过来，咱伫迄中间，咱家己爱去有迄个自我的反省，伫圣神的引带内面，咱行伫咧即个合上帝真理的内面。佮伫咧咱面对着即个资讯爆炸的即个世代啊，有侪的即个情绪操控，咱台湾最近啊，咱会通看见迄种情绪操控非常的严重。咱伫咧即个网络社群的即个迄个有侪这个情绪化的言论、假的资讯、哦意识形态的即个操控，啊，会晓讲比比皆是。咱的信徒容易伫咧迄个中间，安尼向加入去，伫咧即个舆论的漩涡内面。咱是毋是有法度会通，互圣神伫咱的性命内面来引带咱，互咱会通看见，去学会晓，咱伫咱的性命内面，咱爱会晓去叫做慢读新闻呐，慢读新闻。咱敢若圣经讲安那，恁爱安那快快的听，啊个啊。慢慢的说，慢慢的生气。咱敢有法度转过来，面对着咱今仔咱的台湾这个社会，咱的这个新闻，咱有法度去慢读无？慢读新闻无？搁伫迄中间，咱底下来快读什么？快读圣经，快读上帝的话，拒绝这个世界，互这个世界安尼拒绝，互这个世界去互咱讲带咧安尼，咱拖着鼻子走，迄款安尼情绪。乃是咱欢喜互圣神来引带，来引带咱的思想，引带来互咱会通有做出迄个正确的迄个选择。第三，咱需要伫咱的面对着安尼挑战的时阵，有侪这个物质的即个导向，也是迄款成功的焦虑。尤其咱伫咧咱即马即个社会内面，咱台湾咱的即个少年人。咱面对着，尤其是伫咧面对着即个高房价的即个时代，高房价、低薪资，职场的迄个竞争，充满侪迄个焦虑，甲着迄个甚至是自我否定。什么款的自我否定啊？安尼，我面对着即个社会即款安尼的情形啊，无可能啦。咱开始自我否定啊！我既然达不到，那我怎样？我干脆就躺平，哦，怎么真侪少年人开始自我放弃、自我躺平？咱伫咧面对着即个安尼即款安尼的世代，咱的信用无搁再真做是咱刀片现实的一个的工具，乃是要。透过着伫咧迄个现实的中间来学会晓倚靠上帝的迄个供应，甲倚靠上帝的智慧，活出一个有信心，甲着迄个会晓欢喜感恩的迄款安尼的生活。所以两位兄弟，咱毋是迄种，咱讲一夜就建立迄个属上帝体系的迄款安尼的信用，咱是伫咧咱每一日，咱会通做出迄个正确的选择，咱会通对安尼细项代志来开始来操练，活出迄款安尼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信用，迄款安尼的性命。咱会通伫咧咱每一天的迄个生活中间去操练迄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信用。就是咱会通伫咧咱的性命内面透过着这三个基础，耶稣是咱的即个榜样，圣经是咱的准则，圣神是咱的引带，跟两个核心，互耶稣来掌权作王，互耶稣伫咱的性命内面得到一切荣光。咱伫咧中间，咱唯一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咱伫咧每一日，咱对今仔开始，咱的言行。咱的举止是毋是有真正欢喜建立伫咧即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一个信用？所以咱会通伫咱的性命内面，透过生活实践来伫遐来活出来。咱会通伫咱的家庭的内面，
透过咱迄种伫咧家庭的内面面对着家庭的冲突的时阵，咱无搁再伫遐迄个中间讲争你对或你赢，或是我输。咱是咱伫遐来欢喜来学习，亲像耶稣共款，咱无伫迄中间来争论，咱是伫遐来聆听。咱甚至咱欢喜大声来道歉，咱伫迄中间来大声来给予爱。我真侪时阵会甲人分享，就是讲，咱无法度给予我们所没有的。哦，我们不能给予我们所没有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先给予爱，那是什么？代表我们里面怎么样？没有爱。啊，没有爱怎么办？要跟神求爱啊！要跟神求，讲主啊，你，互我有你的迄款主耶稣你的疼，互我通好去疼遐个我认为无可爱的人。咱伫咧面对有当时伫咧家庭的内面，这个先生去奇怪，以早咧交往的时阵看怎么看，都怎么样缘投，怎么样可爱，怎么样美丽。生活咧到底，怪怪咧，心中充满了苦毒，那个爱都不见了。咱是毋欢喜伫遐来向上帝祈祷讲主啊，我所听的这个人，伊过去的迄个性命，一直到即马，敢毋是同一个人吗？是啊，这个人即马我看起来遮尔啊讨厌，到底是我倒位出问题？如果咱若会晓开始去自我反省的时阵，咱就会去圣神会伫咱的生命内面开始去，互咱看见咱生命内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安那，我无法度即个时阵来接纳即个人。当咱若开始安尼，欢喜互圣神顺服圣神的引带，圣神会光照咱，互咱去看见咱生命内面的状况。伊主耶稣的疼就会入来到伫咱内面，咱就会去接纳迄个对咱来讲是有生命当中有那种差异的。咱伫咧面对咱的生命内面，是真侪时阵，有当时奇怪咧，伫咧交往的时阵，迄个人甲我伊的迄个，咱讲伊所活出来迄款的生活，是跟我是南辕北辙。咱拢知影，真侪翁仔某。迄个个性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哦，啊，为什么不一样？上帝要给我们彼此互补啊！上帝伊敢毋是伊伫咧做人了，讲即个人，一个人高摊毋好，要叫伊找一个帮衬者。是安怎要找一个帮衬者？就是迄个人伊有欠缺嘛。迄个人伊有欠缺，是毋是爱补伊欠缺？迄就是伊无的嘛。啊。翁仔某两个拄是互相去补迄个伊无的，但是咧相对就是个性的无共啊。当迄个个性无共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法度去接受迄个中的迄个中间的迄个差异？你伫咧交往的时阵，你有法度去接受，是安怎？伫咧结婚了，迄个接受、迄个接纳的心会无去。因为爱不见了，所以咱需要搁一摆重新来将迄个疼甲伊捡回来。咱伫迄中间欢喜来听叹上帝的话，咱伫遐来彼此来伫遐来接纳，咱甚至伫遐面对着迄个翁仔某之间、家庭之间、亲子之间有冲突的时阵，咱是毋是有伫迄中间欢喜来将大声来道歉？对不起，有那么困难吗？咱伫遐欢喜来彼此来接纳，彼此来听对方的时阵，无搁再讲一寡遐情绪的话语，互咱所讲出来的话语会通真正照圣经的原则来成做祝福。我讲我家己直接上直接的咧，嘛是最近，这是安那牧师一直咧甲咱分享遮的，是因为我嘛是伫咧中间伫遐来学习。啊，前一阵仔，我的姐姐，因为我拢伫咧安尼宜兰这边遮，我的妈妈住伫咧台中，啊，所以我的姐姐因拢会安尼有时间，吼，啊就来陪妈妈，吼，
带妈妈去外口餐厅食饭，这拢真好，真感谢主。但是有一天，我看到阮这伫咧阮的群组内面铺一张相片，我全规个火拢压起来，因为因互阮妈妈食饭了，顶迄落啥订了就是讲点了一杯那个冰水啊，但是反正就是一大杯就对啊。我全规人拢压起来，火大，是安怎火大？阮妈妈94岁，阮好不容易甲妈妈咧过了真好势。妈妈若因为食冰水滴到，过来感冒啥物货，足歹顾的。我想到的是无孙娘，伊会足歹顾阮妈妈的，所以我伫咧迄落阮的这兄弟姊妹这个群组内面，因拢会固定甲妈妈有一届，拢会逐礼拜拢会有迄个视讯的时阵。我平常时我拢无咧伫咧视讯内面，我感觉讲迄拢伫咧干那伫遐浪费时间，讲一大堆伫遐开讲，我嘛无迄个用时间，我就入去劈头就骂啊！我将我家己的闹气台讲互恁知。是要咱搁一届好好来去想，当咱若平啊共款的一句话，咱若真正有智慧，好好去讲，你就袂伫迄中间，反而造成反效果。我伫遐安尼劈头骂完了以后，阮姐姐干那讲，伊嘛讲啊，你也无伫咧食啦，讲妈妈介意食啥物货，妈妈欢喜就好。我所期待因以后毋好去继续来安尼，我感觉讲安尼对阮妈妈的身体有伤害，有达到无？完全无。我就是要讲，如果咱若无搁再讲迄种情绪化的，咱要讲话进前，真正会通好好搁想，尤其是你伫咧你有气的时候，你爱安怎？互你毋好搁讲话啊，点啊，要闭口。因为你口出去了，就很难收，你知道吗？所以咱会通伫迄中间，虽然有气，咱搁过来爱开始好啊，恳求主向神帮助咱，好好去想。安尼的时阵，咱互上帝的话语伫咱的心内，咱所讲出来是有智慧的，安尼才会真做祝福。嘛，才会互我的妈妈安尼讲有较好的迄款。虽然讲这嘛是拢会带妈妈因去食饭，搁过来，因就会去安尼注意着讲这个弟弟真要意说，莫互妈妈搁伫遐无代无食迄个，到时阵过来我敢若甲我的大姐讲，因为我敢若甲阮大姐讲你们不要造成我们照顾的人的困扰。他讲你不要叫做你们不要来乱了，因为平常时是无孙娘甲我的妈妈带做伙，阮妈妈若感冒啥物货，到底是啥物人咧无用？对无？恁真好意，带妈妈去食饭，食了，结果阮妈妈感冒，结果咧照顾的人是啥物人？所以，但是。咱讲话要有智慧啊！但是当迄个气起来的时阵，咱就突然间就那个智慧就没了。所以求主帮助咱，我将这个闹气台甲恁讲，就是期待恁会通会通真做咱生命咧，咱无搁再伫迄中间来重蹈覆辙。第二，咱伫咱的工作顶面嘛是共款，咱伫咧面对压力的时阵，咱无搁再挖靠咱家己伫遐来抱怨，还是伫遐来倒撇，乃是伫遐来安静来祈祷求圣神的引带。咱做代志无搁再是为着咱是毋是我做这件代志是毋是我都互我来得到升迁？伫迄中间会通安尼趁着包括讲公司是毋会有啥物款的红利啊，啥物货？乃是咱要伫迄中间来问讲，咱所做的这件代志，是毋是有法度互耶稣得到荣光？当咱伫遐面对，咱伫遐来考虑的是，
咱做这件代志，是毋是互耶稣得到荣光的时阵，其实就较亲像当初时所罗门上帝来求讨智慧的时阵，上帝讲安怎？你所无求的，我嘛互你啦。虽然讲我对所罗门所求的有意见，因为他所求的不是我觉得他所求的真的不是智慧，因为他所求的是什么？是管理众人的智慧。伊若真正有所罗门，若真正有智慧，是安怎？伊落尾手，伊一死了后，伊的国马上崩盘。因为伊所求的智慧，只不过是干那管理众人的智慧。今仔日所罗门，伊若是会晓去求一个真要紧的，我感觉迄个是上重要的智慧，就是啥？拥有神呐。咱一辈子，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拥有神和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伫你所决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你就无不亨通。但是所罗门伊所求的，只不过是讲管理众人的智慧，所以到尾啊，伊所领受的是啥？和亲政策啊。所以伊去甲每一个国家的公主全部都迎娶过来，恁的公主拢伫我的手里哦。所以恁爱乖乖。但是伊搁做一件代志，啥物代志？每一个公主，因的国家拢有因家己的新名，甲因的新名拢总搬来，搁毋拿呢为着这个公主去因的新庙。大大的干犯神，递到因就因为安尼，这个国家伫咧当伊离开了，伊的囝一掌权，国家马上分裂做两个国家。佮甚至是12个支派有10个支派离开，哪来的智慧？只不过是管理众人的智慧，但是迄个最大的智慧，他却没有求。第三，咱面对咱的教会的时阵，咱伫咧参与逐样的服侍顶面，咱所服侍的，咱会通好好来去好好来想，咱今仔日咧服侍的时阵，咱到底咧服侍的过程内面，你所想到的到底是受到啥物的？我今仔日安尼表现好无？我今仔日讲道安尼好无？我今仔日诗班唱歌唱了好无？如果咱若是干那为着安尼，咱是咧表现咱家己。但是咱所服侍的，咱伫遐来问讲，我是毋是我今仔日所服侍的，会通来伫遐来成全信徒，来伫遐来造就主的这个肢体。安尼，咱就算讲咱伫咧教会内面，咱伫咧信仰的团体内面，咱拄着这意见无共款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咱无伫遐退缩，因为咱伫迄中间，咱毋是为着咱家己，咱是为着主的教会，为着主的肢体，咱伫遐安尼无退缩、无攻击，也伫遐来坚持真理，伫遐就有满上帝恩典来充满伫咱内面。所以弟兄兄弟，伫咧咱安尼建立这个属上帝的信仰的这个属神的这个体系的信仰，咱不是一次的选择而是我们每一次天天的选择。伫咧所做的每一件代志顶面，我们每一次都选择愿意走在一个属上帝体系的这个信仰。咱用想象讲，今仔亲像今仔伫咧婴仔出世了，伊当伊开始有法度变身，伊开始伫遐开始要学走路的时阵，你会看到伊安跌跌撞撞。但是婴仔有伫迄中间，伫遐讲我跌倒了好痛，这时候我就不要走了无？没有，伊继续伊伫遐来伫遐，伊继续伫遐来徛起来，跋倒搁徛起来，跋倒搁徛起来，所以。伊伫迄中间安尼跌倒了再站起来了，久而久之他就站稳了，他知道怎么样站。伫咱的信仰的道路顶面，上重要就是爱行出来。咱毋是干那只有知影无够，做出来，然后做了就对做了就对，错了就改啊。我们不是那种躺平的信仰错了，知道错要知道哪里错唔是讲错，这个不知道错，甲伫迄中间一直给他安尼，然后带着钢盔往前冲，而是我们往前进行，发现到有错，错了就改。安尼
当咱安尼错了就改，跌倒了就站起来，咱就会一步一步的安尼，搁较像耶稣啊。互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会通安尼一步一步咱的主耶稣来安尼迈进。今仔咱台湾，就较亲像咱的即个巴比伦，共款。上帝无爱咱离开即个所在，是爱咱踮伫即个所在，创啥物？建立伊的国度，也就是落实咱讲在地如在天的迄款安尼上帝国，伫咱的教会，伫主的教会内面，伫咧伊所安尼让互咱的即个信仰的群体内面，咱无搁再甲即个世界伫迄中间来伫遐争辩，因为争辩无效。咱乃是用到迄个听，用到上帝的真理来去代替即个俗世的迄个体系。俗世的迄个价值观，咱无搁再挖靠咱家己的努力，乃是咱欢喜伫中间来挖靠上帝恩典，挖靠主耶稣伊的恩典，甲着圣神的帮助。所以其他咱会通透过着亲像即个但以理安尼共款，咱就算讲咱伫咧面对着安尼需要去互人带入迄个狮子坑内面，咱犹原伫遐来坚持，伫遐来坚定持守咱。应该有的迄款的纯正的迄个信仰，透过着坚持，咱每一天，咱伫遐透过读经祈祷，咱伫遐将上帝话语，咱就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互咱的生活每一个时刻，当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咱伫遐会好来想，我所讲的即件代志，我会各样的看，我所看到，我所听见的，我所想的，以及我所讲出来，以及我所行出来。是毋是拢真正会通安尼合伫上帝的心意？我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落实主的话语，伫咱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咱就会通活出一个咱讲得胜，并且安尼属上帝体系的迄款安尼信仰。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好啊，过来亲像咱稍微来回忆一下，为什么咱来建立一个属上帝的体系？是取代即个俗世的体系，就是落实。三个基础甲两个核心的即个环境，什么是三个基础？佮什么是两个核心？咱头拄咱所分享的，咱会通好啊，佮来回想一下。第二，咱伫咧面对着咱的即个落实着即个上帝体系即个信仰的一个关键，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行动。安尼伫咱的生活内面，咱要怎样来去实践？求主帮助咱伫圣神的引出内面。会通互咱真正伊要对咱来讲话，咱伫遐中间，咱有欢喜要互圣神来引带咱来顺探伊对咱的引带无？第三，咱是毋是欢喜伫遐来落实属上帝体系即个过程内面，咱所面临着迄个上大的困难是啥物货？安尼，咱要安怎来去安尼？毋若是干那知影讲困难，佮咱要安怎去突破即个挑战？佮咱要安怎去突破？咱爱真清楚知影，咱家己是无法度的，是啥物人有法度？佮咱要安怎来去挖靠？互咱伫咧中间，互圣神伫咱的安尼，透过咱伫遐领受上帝话语，透过咱的读经祈祷，咱伫迄中间慢慢会通安尼一步一步领受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心意，佮行伫咧上帝的心意内面。来得到上帝的施恩赐满满，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但以理的即个信仰的即款的实践，主啊帮助阮，互阮也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实践主你的性命，主你的教导伫阮的性命每一时刻。当阮伫咧面对着逐样的选择的时阵，特别是阮安尼生命内面有迄款的不满迄款的生气的时阵，阮的火气咧起来的时阵，主啊，你帮助阮，互阮会通及时，会通伫圣神的帮助甲引带内面，阮会晓选择用主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的话语，用主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的帮助，互阮会通行伫合伫主你的心意，行伫主你的道路顶面，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持守迄款安尼，互耶稣
的模范，成做阮的模范；圣经成做阮的准则；圣神成做阮的引带。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欢喜来弃权，来互主你伫阮的性命掌权。互阮伫阮的每一日，阮的所行所做，阮的逐样会看、听、想、讲，甲着所行的，拢会通来荣光主你的名。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门。当咱做伙唱歌来回应上帝话，圣诗第495首，圣诗第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毋忙，请咱起立来因转首。徛着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那请李恩清执事跟尤佩宇执事来实现。
请咱起立来放迄个诗歌。请坐。当咱做伙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伫但以理书第6章第26到27节，请咱做伙来读。现在我降旨，我统治的全国人民，你中着敬畏但以理的上帝。伊是永远的上帝，永远存在。伊的国永远袂消灭，伊的王权永远存续。伊口白，伊拯救，伫天顶地上行新业奇事。伊解救但以理，就用伊对狮的喙解释出来。现在我来迎亲报告。迎亲报告之前呢，我们今天有2位新的朋友，沈家信弟兄与林如姐妹。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报告事项。本主日为总日会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为总会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2项，下主日为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大专中心将派廖恩宇牧师前来请安正道，请兄姐为大专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3项，本月29日及7月6日礼拜后12点至5点，主日学将举办暑期下营队同工培训，请同工预备心。第4项，7月7日至11日9点至下午5点，主日学举办暑期营，请主日学学童踊跃报名参加。第5项，各团契请缴交下一季的聚会内容至办公室。我们一起来看肢体消息。第1项，本月18日礼拜3上午10点至12点，于礁溪教会新中妇女事工部举办妇女事工部70周年感恩礼拜。第3项，本月29日礼拜日下午3点，于苏澳教会举行许崇文传道师、冯立牧师暨就任第4任牧师感恩礼拜。若有兄姐有意参加，请向倪耀新牧师登记回报，以利苏澳教会预备参合。其他实体消息以及会计报告，请兄姐自行过目，有问题的向办公室反映。下周侍奉表，请有侍奉的同工留意。兄弟平安。这时咱要来颁发这个洗礼证书，来请冠军老师来到咱的台前遮吼。哎，来，我看。你拍完了？我都还没有准备好。你有拍了哈 ？OK。好，咱真感谢主吼，迄个诗班算讲安尼，因伫咧算旧年年底年初的时阵吼，今年年初因就安尼有安尼想法，种要来去安尼关心着咱教会出身的遮的牧者吼咱对安尼开始啦吼，因为教会即马咧建堂，所以咱嘛无真侪经费咱安尼纪念因安尼出外吼来为因的出入来代祷求主保守因拢出入得到平安以上。
咱做伙起立来吟诵了的诗歌，圣诗写390首，乌鲁天白万福本源，因是煞车牧师祝祷。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恁一真正胜。愿恁的心甲父你的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